同大家分享一本圖書，我介紹嘅書係《大偵探福爾摩斯：時間嘅犯罪》，作者係柯南道爾。呢本係一本偵探小說，呢本書嘅主角係福爾摩斯。故事係講緊福爾摩斯同華生出遊，喺旅館之中認識咗麥基夫婦。第二日，麥基太太俾人發現喺旅館50里外嘅分岔路口，車位又唔望，係交通意外定係謀殺呢？麥基就話啦，朝頭早開車送太太返屋企拎嘢之後，自己返到旅館同朋友見面，絕對冇料到一別竟成為咩？麥基雖然係重要疑犯，但佢出發嘅時候同埋返到旅館嘅時候都有目擊者，根本冇時間趁中途製造交通意外殺妻。面對狡猾嘅兇犯，福爾摩斯點樣揭穿途中嘅奧妙？要揾出兇手犯案嘅時間，更加叫人意想不到嘅係，當佢以為案件已經破咗之後，一個重大嘅危機卻迫在眉睫，而幕後黑手竟然係宿敵 M 博士。呢本書令我學會咗更多嘅推理邏輯，歡迎大家嚟圖書館借閱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。